个本土的确诊的个案。那一案是原来这个茶饮店员工的友人，已经在居家隔离中发病所以这个并没有社区传播的风险。另外一个确诊的男性嘛是乌博的医师，这乌博医师司机嘛有这个高雄港活动史。这卫生局讲伊进前有上北确诊的人有朋友甲伊食饭有接触，所以佫去围着。伫17透早确诊了嘛，公布伊去去过的所在。若中油大拿厂进前一天有3个员工确诊，市政府嘛唔敢大意，对全厂的员工进行普筛，已经体检3217个人，有573个人要搁去检验。到目前为止无阳性的个案，这是上新的消息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